坊间传闻，燕王府远景，国情古兴，府中侍妾更换频繁，传送出府，俱都香消玉殒，使得民间女子纷纷惧怕王府。一遇王府甄选侍妾，便如遇洪水猛兽一般，无不得已者，均争相比之。沈家小娘子，好，继续跑啊！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。我们赌坊可不是做慈善的地方，能被卖给燕王府做王爷的侍妾，那是你的福分。嗯，我不是死了吗？这里是哪里啊？猴太有气儿，哼！既然死不了，抬回去。啊，这事儿你可怪不了我们，要怪就怪你那愚蠢的弟弟。我这是加班回家路上遇到车祸，被撞死后穿越了。醒了，走吧，王妃要见我。你也是被迫进府选侍妾的吧？也是。听说王爷那方面极为强悍，没一个侍妾受得了。今日进王府的无一人是奔着侍妾来的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王妃一向慈悲大度，一会儿求求她，说自己愿意在府中做个丫鬟，她不会为难我们的。做丫鬟只能伺候别人，做妾室就能被别人伺候，这可是明晃晃的升职啊！身为牛马，卷生卷死，不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吗？姑娘好身段呢，丰腰肥臀，肤白如凝脂，触之滑如绸缎。这哪个男人看了不为之销魂呢？就是这一头的伤。禀王妃，这几位姑娘身世年龄和容貌身段都符合要求，尤其以这位沈姑娘最佳。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人并非自愿来王府，但既然入了王府，便是我燕王府的人。至于愿不愿意做侍妾，你们自己选择。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留在府里当个普通的丫鬟。回王妃，奴婢愿意。很好。那你们呢？我们，奴婢，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人家，怎么能做这种低贱的侍妾呢？唉，罢了。既然你们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
都下去吧，自会有人安排你们各处安置。谢王妃，谢王妃。王妃，我呢？你也先下去吧。啊？哦，谢王妃。又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女子。嬷嬷，你说她能坚持多久？这沈氏胸无点目，空有皮囊，最多得宠半月。唉，再继续留一些新人吧。府里2年都没有新生儿，母后又敢说我？这是他们自己没本事，与王妃何干？如今王府后宅安宁，王妃子嗣康健，地位稳固，更是时常劳心劳力的为王爷充盈后院。皇后娘娘就是有什么不满，也挑不出王妃什么错来。主子，奴婢彩萍，这是彩莲，是负责伺候您的侍女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都不必拘束啊，以后呢，咱们就是同事。哦，不，自己人了。快跟我说说咱们府上的大概情况吧，还有王爷的一些事，譬如他年岁多少，性情如何，生平怎样，都爱好什么之类的。回主子，王爷他3月前带兵出征了，听说不日便会回来。王爷他性情算不上温和，但也平易近人，从不苛待下人。哎呀，还是当侍妾好，随时都能洗上热水澡，单人单浴，还有旁人伺候。职场法则第1条，做好市场调查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行，替我更衣吧，我要出去转转。不行，必须得重新装修一下。职场法则第2条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必须得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工作环境。走，右，再往右。哎，对，停。OK。主子，咱们这么做真的有用吗？当然了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咱们这芳菲院看着比之前好多了？奴婢觉得空气都比之前清新了呢。哎，主子，那咱们接下来做什么？听说今日王爷回来了。张月，沈薇，你知道王爷今天要回来，你也是来见王爷的？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，就算大胆奴才，谁准许你直呼我们主子名讳的？见到我们主子还不行礼？王府教给你的规矩都忘了吗？奴婢见过沈主子。去忙吧。神气什么？等你失了宠，连丫鬟都不如。
恭迎你王爷回府。淑烟呢？如烟妹妹昨日偶感风寒，已经请了府医来看，如今正在房中休憩呢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可贵了。哎，程克跟程真呢？总该下雪了吧？他们二人啊，正在书房温习课业呢。想来年底试测，他们兄弟二人都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呢。本王才离开3个月，竟然整个王府上下没有人对本王有半点关系。哦，没想到咱们王爷还挺帅的嘛，瞧这高鼻梁。哎，怪不得人们都说燕王床上凶悍呢。哎，主子，虽然说王爷那方面需求大，但入了王府的女子都是有妥善安置的，并非像传闻那般，那些死去的侍妾大多都是自己耐不住寂寞才选择自尽的。我懂，我懂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的末位淘汰制？哎，主子，您不过去吗？职场法则第3条，要明确自己的精准定位。王爷今天才刚回府，今夜肯定要由王妃来伺候才对。我一个小小的侍妾，可不敢和王妃争宠哦，只不过来看一眼王爷便罢了。目前看，王爷这个金大腿还是不错的。王爷，母后宣臣妾明日进宫，实在不敢耽搁。罢了。王爷，最近妾身新抬了一个侍妾沈氏，样子生得极为……再漂亮的侍妾，见到本王也如同老鼠见了猫。无趣，睡吧。哎呀，主子，您这样努力，王爷不来也没有用啊。职场法则第4条，真正的卷王从来都不是只在领导面前装，而是无时无刻、随时随地的开讲。要知道，机会呢，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王爷，天色已晚，今晚您打算歇哪儿呢？去七雪阁。哎，给王爷请安。听闻你近日身体不适，可好些了？衣带渐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那你
好生歇息，本王日后再来看你啊。走。从来都只听新人笑，哪里识得旧人哭？张泽飞，给王爷请安。啊，本王只是路过。睡前少吃些肘子。我娘说过，男人爱你就会无条件爱你的一切，不用高矮胖瘦。本王讨厌肘子。我没死，感谢老天，上辈子我因为争宠落得个人质的下场，这辈子我再也不要争宠了。侧妃，王爷来了。侧妃跟王爷是青梅竹马，对王爷是情深意重啊。若是见到王爷来了，肯定是欣喜异常。你去告诉王爷，今日我身体欠佳，不宜伺候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听说府里新进了一位侍妾，不如……那是何处？回王爷，那正是那位新进的侍妾的住处。据说这位沈氏姿容绝佳，王爷可要去瞧瞧。走。给王爷请安。你们主子呢？主子他现在还请王爷稍等。大胆奴才！彩萍，是谁来了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想本王来吗？妾身当然想了。不瞒王爷说，王爷回府时，妾身曾远远偷看了王爷一眼。见王爷如此英俊伟岸，便试着盼着王爷能来了。王妃，芳菲院的沈氏昨日侍寝了。侍寝了？
那是好事啊。你这么慌乱做甚？可是昨日夜里，王爷一连叫了7次水，听说两人到寅时才歇下。想不到沈氏身量纤弱，竟能承受住王爷的虎狼之姿。不过如此多次，王妃可要送婢子汤？没必要，放任自流吧。也是，这沈氏出身卑贱，就算她有幸怀了孕，也没资格抚养，除非她能坐上侧妃的位置。只可惜啊，以她的身份，再受宠，也只能做到庶妃。况且后宅女子众多，王爷也不可能专宠她一个人。也是，咱们只冷眼旁观便是。感觉身子都要散架了。这在军营里做了3个月的男人，真不可小觑。一夜妻子，诚不欺我呀！王爷，你醒了。妾身第一眼就能看到王爷，心中甚是欢喜。不知王爷看到妾身如何？本王昨日对微微的喜欢，微微还感觉不到。王爷啊，妾身只要王爷想要，妾身愿意一直感受。难得遇到像微微这样与本王契合的人，本王哪里舍得？你好生歇息，本王去忙宫，晚上再来看。真的吗？那王爷金口玉言，可千万不能食言哦。当然。听说王爷一连在芳菲院宿了小半个月，各种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的赏赐如流水般送进芳菲院，妹妹就一点不在意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君恩如流水，以色侍他人，能得几时好？况且我性洁如梅，金银之类的阿堵之物，从不入我眼。妹妹说的是，你我只需保持现状，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人生世事无常，哪有什么圆满？哇！来，赏你们，就当是这些日子的项目奖金。谢主子。谢主子。主子，您如今在王府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趁着王爷宠爱，奴婢觉得你应该借此怀孕才是。可为何你要我们私下准备婢子汤，为王爷生孩子，不好吗？唉，能为王爷生孩子当然好了，可我出身贫寒，身子孱弱，若是不调理好，便为王爷产子。这孩子生下来，体弱不说，更有几率一尸两命。我这辈子也不求别的，就只希望能够在王爷身边待得久一点，更久一点。没想到他这么懒。况且，若是我现在就怀孕了，
那王爷自然就不会来咱这芳妃院了。那我们这种日日有赏赐的日子，可就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也不能像现在这般常常能见到王爷，毕竟我可是真心实意的爱着王爷的金银呀。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要这个。哎，给我，给我！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我要这个。哎呀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个小小的侍妾。等你失了宠，守活寡的时候，就知道日子有多难。就给。哎呀，好，你看我，哎呀，好啊。哎，行了，把这药渣给倒了吧。主子需要做些遮掩吗？不用，直接倒就行。哦，主子，咱们这么明目张胆的，真的好吗？那万一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有些事情呢，与其偷偷摸摸的，倒不如光明正大。若是恰巧有人想要因此来做文章，那更……这硕大个公司啊，得所有人都卷起来，才有向上的动力。啊，去吧。哎，看来还是得继续加强锻炼。这身体啊，才是争宠的本钱。这个男人体力还真不是盖的。凭什么就知道指使我干活？就因为我是新来的，敢嘲讽我不如沈微会选，说我当初选的当侍妾，非得打烂你们的嘴。这是碧子汤，好你个沈微，为了顾宠，竟敢背着王爷偷偷喝碧子汤！哼，这下看你怎么死！主子，不好了，王妃那边来人，让您立刻过去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但看来人神情严肃，估计不是什么好事。别担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王妃，不知王妃叫妾身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跪下。王妃，让跪就跪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莫不是仗着王爷的宠爱，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不成？王妃，不知妾身做错了何事啊？张月，把你方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是，奴婢状告侍妾沈微为顾宠偷喝碧子汤，致王府血脉子嗣于不顾，这便就是证据。沈氏，你作何解释？你敢说你没有偷服碧子汤？王妃，妾身
妾身。本王妃抬你做侍妾，便是望你能为王爷开枝散叶。你明知宫里娘娘盼着好消息，你竟如此作为，你置本王妃于何处？置王爷于何处？王妃，妾身不是有意避孕的。来人呐！是。将沈氏杖责30，再关进柴房，等王爷回来发落。是。王妃饶命啊！王妃饶命啊！王爷，救救我们家主子吧！他刚被王妃下令杖责30，主子身子骨弱，他怎么受得住啊？妾身不是有意服用避子汤的，妾身是……给我狠狠的打！注意，别脏了地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王爷，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难道本王要等到人被你打死了才来？我是个小小的侍妾，王爷，这沈氏她偷服避子汤，妾身只是按规矩行事罢了。你也知道，母后那边这件事，本王已知晓，此事就这么算了。可是，王爷，妾身不是有意服用避子汤的。本王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去，上府医去芳菲院，带上药给你们主子诊治。是。王妃，沈巍如此作为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他分明是仗着王爷宠爱，想要骑到您头上了。闭嘴！贱婢张月，搬弄是非，乱嚼舌根，将那沈氏没受完的杖责由他来受，再贬去洗衣房做粗使丫鬟。是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！王爷，妾身真的没有不愿意给您生孩子，王妃她一定是误会了什么。放心，一切有本王，你好好休息。今天晚上我再来找你。王爷，妾身一定会养好身体。好好照顾好你们的主子。是。今天的事呢，彩萍做得很好，就赏5两银子。谢谢主子。职场法则第5条，有功便要赏，金钱才是大家的第一驱动力。这王爷以前从不关心后院的事情，今日怎么特意跑来拦本王妃惩处沈巍啊？他这是对他上心了？若是如此，他岂不是很有可能威胁到我？看来得尽早除掉他。王妃，王爷来了。王爷，妾身今日也是依规矩行事，您如此偏袒，是否有失偏颇？要是母后知道了，又不知道怎么说臣妾了。你究竟是母后的王妃，还是本王的王妃？可是那个避子汤是本王让人给沈巍的，如果母后问起，你如实告知便是。最近王爷对我愈加的不耐烦了。不过那避子汤竟是王爷给的，想是那沈巍床上功夫了得，咱们王爷毕竟那方面强悍，许是
贪恋床子之欢罢了。那沈巍也是可怜，以为王爷多宠他呢，殊不知只是王爷的泄欲工具罢了。他也得意不了多久了。王妃，听下面人传来消息，说是江南那边来了一个绝色美人。哦，那你好生留意着。奴婢明白，说不定没等那个叶美人进京，沈氏啊就已经失宠了呢。唉，跳梁小丑，不管他了。对了，春日宴将近，安排的事宜如何了呀？都安排妥当了，只是恒王那边不知是否要送请柬过去。恒王虽说跟我们王爷不和，但毕竟是亲兄弟，不送请柬的话，说不过去。况且，就算我不送，他想来也拦不住啊。老奴明白了。还有一事，刘侧妃传来消息说身体不适，春日宴时就不出席了。这刘侧妃怎么落水后一反常态啊？先是有意避宠，现在连春日宴都不参加了。他这是要做什么？这刘侧妃与柳侧妃走得比较近，许是也想通了，不愿争宠了。也许吧，由他去吧。哎，我们去看看成课成真的课业完成的如何了。主子，王爷让管家送来了好些金银首饰，还给了您一匹浮光锦。听说这浮光锦价值千金，只有宫里的皇后娘娘才有呢。这府上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？主子果然神机妙算。几日后呢，府里会筹备春日宴，管家特意交代了，说王爷准允您出席。那既然这浮光锦这么好，那就拿去给王爷织一身衣服。好，记住了啊，一定要选择色泽度最佳、质感最好的部分。行，那剩余的部分可要为主子织些别的？哎，不用。哎，不是说它很值钱吗？剩下的拿去卖掉。啊？采莲，帮我把王爷赏的金钗拿过来。好。主子，您如此盛装，是否有些张扬了？我不是向你打听过往日春日宴的情况吗？你难道没有想过，为何只允许王妃和侧妃参加的春日宴，而王爷却特许我一个小小的侍妾参加？职场法则第6条，要学会揣摩领导的心思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主子，你要的东西做好了。不错，采莲，去把这个给王爷送过去吧。好。对了，剩下的浮光锦呢？已经按您的意思处理了。奴婢做得很谨慎，无人发现。哦，对了，那劣质的浮光锦好像是被恒王府买走的。恒王？听说这个恒王和咱们王爷处处不对付，处处都要攀比。这下有好戏要看了。哎呀，二嫂好呀！怎么今日你独自在这迎客？我那好二哥呢？王爷公务繁忙，自是不像恒王这般惬意。宴会还未开始呢，请恒王
先入座吧。好说好说，那本王也是许久未来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前几日啊，偶然得了一匹浮光锦，特意制成了衣裳。哎，二嫂，你给瞧瞧，这效果如何呀？哎，恒王自是风神俊朗。哎，主子，那位好像就是恒王，他身上穿的好像是咱们卖出去的那匹浮光锦哦。要我说呀，我二哥就是太过于死板，天天穿着那灰色的衣服，跟个老头似的。好在燕王府后宅佳丽3000，这府上肯定有点艳丽的颜色吧？哎，柳侧妃嫂嫂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穿校服，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燕王府天天举办丧事呢。啊？瞧，张侧妃嫂嫂那样，跟燕王府闹了饥荒似的，吃不饱饭了。这硕大的衣服跟披了麻布似的。二嫂，我这刚夸完府上美女众多，会有艳丽的颜色，这怎么一个比一个寒酸，上不了台面呢？王妃安，恒王安。入席吧。是。方才那是王爷的侍妾，打扮的虽艳丽些，但是恒王也看到燕王府不缺鲜艳的布匹，还是不劳恒王操心了。美则美矣，毫无特色。二哥的眼光也就这样了。燕王到！王兄回来了，你我也是许久未见了。来看看弟弟这身浮光锦制成的衣裳，效果如何呀？燕王身上穿的是浮光锦吧？真是银白如月，洁色皎皎，显得燕王如天人之姿呀！别说了，你看恒王脸色都变了，他穿的那身也是浮光锦。同样都是浮光锦，为何恒王的颜色那么大？这身浮光锦确实不错。微微，过来。过来。这小侍妾倒是有些手段，竟然能哄得老二对她特殊对待。不过，真是碍眼。王爷，人既已到齐，那宴会便开始吧。好，那开始吧。多吃点。二哥，光看这些舞女多没意思。听说你前几日新纳的小妾沈氏，能歌善舞，饱读诗书，不如让她上台献艺一番。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我现在可是农女人手，会个屁呀！哎，有了，职场法则第7条，该出风头时就出风头，该低调时低调，实在躲不了的就找个垫背的当家。本王的侍妾，不是外面那些歌姬舞者，三弟不可逾越。你也是够小气的。
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快走！别，快！职场法则第8条：富贵险中求。进来！王爷小心！王爷小心！王爷小心！妈的，好痛！微微，他竟然舍身护我。王爷，您没事就好。微微，微微，微微，你醒了。你可知道你昏睡了一夜？下次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本王都担心坏了。本来装睡来着，谁知道后来睡过去了。王爷，妾身见不得王爷遇险。王爷您没事吧？都这样了，还只知道关心本王。放心，本王没事。至于你手臂的伤，本王让富贵去找母后要了好些玉剂膏来，涂上1日就好了。王爷，您对妾身这样，妾身谢过王爷。你对本王如此，本王这又算什么？来人，把我给微微的赏赐抬上来。是。这里面还有好些是母后给你的赏赐，你好生休息，我晚些再来看你。多谢王爷。慢走。老规矩啊，你们2个选2样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然后给咱院子里其他人也都发一批赏银。但是记住了啊，我这养伤期间，咱平日里的工作可不能懈怠。墙头要是长了杂草，就立刻除掉。还有，那水池里的荷叶要是腐烂了，直接捞走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是。想不到春日眼竟出了这么大个纰漏，还好王爷没有怪罪我，只是那沈巍倒是好运，竟因此被母后注意到。王妃不必忧心，那沈氏出身卑贱，皇后娘娘也不过是因她护王爷有功罢了，算不得什么。你来做什么？磨磨蹭蹭的做什么啊？动作这么慢，衣服洗不完，你晚上别想开饭。这是2个人的活，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做？我看你分明就是欺负我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得罪了王妃和沈主，我就是欺负你又如何？有人肯为你出头吗？你长得倒是不错，听说你是和沈主子同一批进来的，可惜啊，如今沈主子飞黄腾达，各种珠宝赏赐拿到手软，你就只配待在这种挖杂的地方。赶紧起来干活，要是洗不完，有点好受的。沈巍，沈巍，我不甘心。王妃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奴婢愿意侍奉王爷，做王妃的一条忠犬。面容清丽，是个美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抬为侍妾，赐居芳菲院旁边的蔷薇院吧。谢王妃。沈巍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可以爬上去，我也可以爬上去。
不就是争宠？有什么难的？主子，那个张月搬进咱们隔壁的蔷薇院了，趁着您受伤，将张月抬为妾室，这不明显想让她同您争宠吗？这个王妃也太过分了。放心吧，争宠啊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把东西放桌上，替我研墨吧。主子，您真好看。王妃以沈巍受伤不方便侍寝为由，让王爷晚上来你这儿了。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，就看你自己了。王爷到！妾身给王爷请安。妾身给王爷更衣。据说王爷那方面极为强悍，一会儿不管，沈巍可以，我也可以。他在害怕我，无趣。王爷，自己待着。王爷，王爷您去芳菲院。主子，您都练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要不今儿就先歇了吧？再练半个时辰吧。我这字儿确实写的有点看不下去。王爷，原来没有本王陪伴的夜晚，微微竟然如此思念本王，甚至想本王想到哭。她好爱本王啊！微微在见不到本王的时候，怎么还偷偷哭啊？妾身没有哭啊，王爷您看错了。你还嘴硬？最好的证明不都摆在这儿了吗？妾身识字不多，就只会写这一个字，让王爷见笑了。微微识字，已经足够让本王惊讶了。王爷不知吧？妾身家中有一个弟弟，颇善读书，小小年纪便中了举人呢。妾身也是在他读书时多学了一点皮毛而已。只是春日宴上，恒王误会妾身饱读诗书，妾身不想给王爷丢脸，所以便想着能够多识字。这有何难的？我教你。王爷写的真好，那王爷，您可以给妾身写一首诗吗？妾身用来之后的每天临摹练习。哦，什么诗？此诗的名字叫做《春日宴》，妾身偶然听说过一次，当时只觉得它好听，而如今才明白其中的深意。王爷，要妾身念给您听吗？好，那你朗读给我听听。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再拜陈三愿，一愿郎君千岁。二愿妾身常伴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岁岁常相见。好诗啊！那本王这就同微微坦诚相见。王爷讨厌。微微大早上便如此努力吗？笨鸟先飞嘛，臣妾自然不敢懈怠。王爷，快看看妾身写的如何？王爷想笑就笑吧，妾身知道，
妾身的字啊，写得像狗爬似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慢慢来，总会有所长进的。都怪这毛笔不好，妾身老是勾勒不出这一笔笔锋，便就算了。笔锋啊，要用巧劲。瞧，这不就成了吗？王爷好厉害呀！王爷，您真是最好的夫子。那如果微微要是再教不会的话，夫子可是要有所惩罚的哦。哦，那夫子要怎么惩罚人家呀？是不是？你真是个小妖精。那王爷，你喜不喜欢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对了，你昨夜说你有个弟弟，年纪轻轻就考中了举人，他可有打算参加今年的科考？妾身的弟弟就只比妾身小1岁，今年正准备参考，所以啊，妾身最近正想给王妃告个假，回去探望一番。那你不用向王妃告假了，我让富贵给你安排，再让他送百金，你带回去，让他好好准备。朝廷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如果他考得好，本王保他前途无量。好，那妾身就替弟弟谢谢王爷了。奴婢去给主子收拾行李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彩萍，等会儿那百金送来，你就直接送到我的小金库里啊。我那个弟弟他不是个好人，自制力太差，我若是带这么多钱回去，他肯定立刻就拿去赌坊里挥霍，到时候啊就得不偿失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主子您为何有底牌要适当的透露给老板，这样有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。哦，那主子这些字你还要吗？王爷写的留下，剩下的随便拿去烧了吧。好。彩萍姐姐，咱们准备走了。哦，好，来了。那是沈巍，遮遮掩掩的，是要去做什么？好像在偷摸烧什么东西。去，把他那里面的东西拿给我。是，顺便跟上去，看看那个贱人去干什么。是。主子，咱们到了。给我吧。哎，主子啊，你真的不让我们陪你进去吗？不用。哎，过来，一会儿我进去之后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主子，咱们真的要这样吗？当然了，事情的成败可就在于你们两个了。记住了，一炷香以后就进来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去。谁呀？来了！阿姐，之前都是秀明的错，是秀明对不住。进去说吧。都怪娘，要不是那天娘不在，也不会被赌坊的人带走。娘，女儿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就别哭了啊。回来就好，让这就给你铺床去。哎，娘，女儿如今已是燕王府的侍妾。真的？
阿姐，你做了王爷的侍妾，是不是很受宠？孽障！要不是你被赌坊的人蛊惑，我的微微也不至于沦落至此。你这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啊！娘，你打我做甚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是阿姐进了王府做了侍妾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瞅瞅她，现在穿戴的都比之前好了。修明，你真的觉得这是好事吗？你真的觉得这是好事吗？微微，你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作为侍妾的代价罢了。女儿忍忍也就过去了，只是女儿无能，就只能带回来这些东西。阿姐，可是王爷欺负你了。燕王府里姬妾众多，我一个没有身份又没地位的人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修明，阿姐就只能靠你了。阿姐，沈氏，时间到了，你该走了。奴妇，容我再与家人叙叙旧。不行，说是一炷香就是一炷香。你要是回去晚了，那满院子的活谁干呀？让我们替你干吗？赶紧走！救命啊！阿姐，阿姐，她不是王府的侍妾吗？你们怎么能如此对她？王府侍妾多如牛毛，连我们丫鬟都不如。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举人罢了，还敢插手王府之事？哼！还不赶快跟我们回去！出来一趟，连油水都没捞到，真是晦气！不要！救命啊！阿姐，阿姐，微微，娘，阿姐，微微，阿姐，母亲，明日我就搬去后头的小屋，安心备考。是我害了阿姐，等孩儿金榜题名时，我定要让那些欺辱阿姐的恶婆付出代价。演的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修明被这么刺激一下，能发挥出多大的成绩。若是他能够榜上有名，那我便可以进行我的下一个计划。你说什么？沈巍与外男私会？奴婢亲眼看着那年轻男人将沈巍拉进了屋里，两人神态甚是亲密。哼，好啊，看来这露骨情书便是沈巍私通外男的证据，怪不得非要偷偷摸摸烧掉。主子是否要将此事告知王妃？暂时先不。都说捉奸要捉双，你给我盯紧芳菲院那人，这次我要弄死沈巍，让他永无翻身之地。唉，现在的马车坐着真让人累。彩莲，帮我准备洗澡水，我要沐浴更衣。啊，对了，彩萍，王爷快回来了吧？吩咐下小厨房，把王爷最爱的党参乌鸡汤给炖上。瞧咱这院子脏的，再叫几个小厮把咱这院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几遍。夏日将至，让他们在院子的四周啊种上驱虫净气的艾草。哦，对了，我弟弟那边呢，你们俩隔三差五就去一趟，给上一两吊钱，然后再敲打敲打。具体该怎么做，就不用我再教你们了吧？是，主子，您就放心吧。聪明，去吧。王爷回来了。微微今日不是探亲去了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妾身想要早点回来看到王爷。王爷还说我呢，您知道妾身回家探亲，干嘛还要来芳菲院啊？那看来微微与本王心意相通。主子，王爷又去了芳菲院。闭嘴！我没想，那沈巍不就是有点姿色吗？若是王爷正眼看我，我不信他两眼空空。哼，昨儿晚上他是没看清我。
主子，主子，听说隔壁呢最近一直在各种偶遇王爷，如今您的伤还没有好，昨个夜里跟王爷又伤了那里，恐怕就要被他得逞了。得逞就得逞。职场法则第10条，员工彼此有竞争，才有向上的动力。良性竞争是可以允许的。再说了，我这都工作了那么久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哎呀，过多加班对身体可不好哦。王爷，今夜还宿在芳菲院吗？王爷，王爷，妾身正带着丫鬟散步，没想到竟然碰到王爷您。妾身这几日学了几道小甜汤的方子，王爷要不要到妾身的院子里歇歇？妾身亲自给您做一道小甜汤。昨晚没控制住，跟微微闹得很关系，还是先让她好好歇歇吧。我就知道王爷不会不喜欢我的脸。沈巍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王爷，妾身不行了。就是这个死样子，这王府里真是无一人比得上微微。微微，是我。王爷，妾身好困啊。放心，本王就这么搂着你，什么事都不做。狗男人，我就知道，说什么我就蹭蹭不进去之类的话，都是骗人。王爷，都怪你，妾身那里伤得更重。都是本王的错。去找宫中御医，本王听说他们近期研制出种血奇膏，比之前的玉奇膏好上数倍不止。你拿上一瓶，送去芳菲院。是。不过王爷，府里给沈主子准备了10几瓶玉奇膏，那些也别浪费了，送去蔷薇院吧。是。王妃，沈巍失宠了。沈巍失宠了？听说张月昨晚侍寝了，今儿个王爷让管家送去10几瓶上好的药膏，沈巍那儿只得了1瓶。哦，那是好事，你也不必老盯着他们。科考在即，你去搜一些往年的题目，也让乘客成真做做，回头皇爷爷也能考教到他们。这，王妃，两位少爷还小，兴许还用不上。况且近日他们感染了风寒，府医嘱咐说让他们多休息。哎呀，有备无患嘛。既是生病了，那就让侍童念给他们听，总能学到一二嘛。哦，对了，叶姑娘那边如何了呀？听说已经动身了，不出2月便能抵京。如今府里都在传您失宠了，他们知道什么呀？那玉姬膏还是您淘汰不要的东西，亏得那张玉还沾沾自喜，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淡定，咱们吃肉啊，总得让别人喝口汤不是？哎呀，奴婢就是看不惯他那样嘛。无妨，咱们低调些也好。给柳侧妃请安。沈巍，你心里一定很苦吧？啊？你我都是可怜人，人生只似风前雪，欢也零星，悲也零星。这柳侧妃好像有什么大病似的。彩萍，你说这荷花池里真的有鱼吗？肯定有的，年年府里呢都会买些鱼苗放进去。
若是我失落时分还没钓上鱼来，你就差人去市集上买条大鱼回来，知道了吧？好，好，好。沈巍，你在做什么？回张侧妃，妾身啊在钓鱼。哦，托张侧妃的福，妾身今晚有口福了。那我能吃吗？可以呀，等做好了，妾身差人给您送过去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哎呀，失宠了也没什么，你常来找我玩，咱们靠美食治愈自己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记得给我送过来。好。主子，给张侧妃的那份已经送去花香院了。另外，王爷来了，正好去迎接王爷。来了来了，王爷来了。王爷，王爷，您回来啦。沈巍不是失宠了吗？这个狐妹子在外面有情人，还敢跟我抢王爷，给我等着！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回主子，奴婢已经看出规律来了。芳菲院的人每隔几日便会出府给那人送东西，明日便又到时间了。好。微微今日怎么做此等打扮？王爷几日前不是说想要吃鱼吗？妾身今天可是在荷花池钓了整整1天鱼呢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给妾身钓上来1尾大鱼，于是妾身就派人特意做了水煮鱼。下去吧。怎么样，王爷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本王一句话，微微便放在心上，还肯为本王洗手做羹汤。微微如此心，本王甚是感动。王爷，嘿嘿，职场法则第11条：优秀的卷王员工要会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，奉献不能默默无闻，必须主动宣扬。那既然如此，王爷就多吃点。可本王此刻更想吃你。王爷，可是这鱼晚些再吃。彩萍，王爷，妾身前几日看到王爷的靴子坏了，便特意吩咐人做了双新的，快试试看，合不合脚？微微对本王总是这般关怀备至，一些刷好感的小把戏吧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你，那是我半夜用簪子故意划破。我亲爱的金主。主子，那采莲出门了。走，去王妃那。张月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本王妃可没时间理会你和沈巍的那些争宠手段。妾身要告发沈巍私通，秽乱王府，罪不容诛。什么？张月，你可知污蔑他人是什么后果？再一次，本王妃也保不住你。妾身不敢妄言。沈巍与人私相授受，常派丫鬟给那人送信送物，这言辞切切的情书便是证据。沈巍的丫鬟采莲今早才出府给那人送东西，王妃若是不信，可派人去查验一番。真相，本王妃自会查探清楚。
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微微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前些日子妾身给王爷做靴子时，用边角料给自己的弟弟明修也做了一双。今日采莲回家时带回来一个消息，说是妾身母亲病重了。妾身想回去便回去，况且尽善本是人之常情。微微如此善良，本王哪会不允？倒是你，哪有用边角料给弟弟做靴子的道理？他那是沾了王爷的光，有的穿就不错了。再说了，这边角料也比他平日里穿的好呀。就是妾身这刚回家探望不久，若是直接回去，肯定会遭人非议。不如这样，明日妾身去东庙给王爷祈福可好？这样顺带路过时，便可以回家探望一番。当然可以。现在高兴了？王爷，本王方才还未尽兴。王妃，沈微出府了，说是去东庙给王爷祈福。老身瞧那方向，分明就是去他情人家的方向。嬷嬷，你昨个可看清楚？那沈微确实是私通外男。老身看得真切，那采莲像是怕被人发现似的，鬼鬼祟祟的走到近前，将东西扔到那人门前，其中还有双男靴。老身特意等到那人开门，确实发现是个与沈微年纪相当的男子。给男人送靴子，那确实定情无义。沈微他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本王妃无情了。沈微着实受宠太久。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恰巧路过，过来看看你。哦，对了，昨日我差人给你送的衣服和靴子，可还合适？很适合脚。阿姐，可是在王府又受欺负了？哪有的事，修明不必担心。就是昨晚被狗男人欺负的狠了点儿，让人一整晚都没睡好。阿姐，你且再耐心等待些时日，等科考结束，修明必会榜上有名。届时我为你撑腰。好，阿姐相信修明，那你要加油哦。好你个沈微，竟敢私通外男！来人，将他们给我绑回王府！是。他干嘛呀？放开我！你们误会了，他是我。糟了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冒险来看你了。胆敢秽乱王府，你们两个就在这等死吧！吾与阿姐今日便要命丧于此。早知阿姐在王府处境艰难，却不想竟如此凶险残酷。王妃，老身带人赶到时，亲眼看见这对狗男女行为轻易，恐是欲行好事。此人脚上的靴子就是沈微送。沈氏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何话可说呀？还请王妃明鉴，妾身不过是给修明送了几件衣裳和靴子。备好白绫和毒酒，等王爷定夺后，送这两人上路。可是王妃，修明是妾身亲弟弟呀。他
他是妾身的亲弟弟啊！妾身出身贫寒，偶然得知家母病重，便趁着给王爷祈福时，偷偷跑回去看望。谁知竟被人误会，还请王妃明察。妾身怎么可能和自己的亲弟弟私通啊？你说是你亲弟弟就是你亲弟弟。沈氏，此言当真？妾身怎敢撒谎？妾身一家当初来京落户是在衙门登记，有过凭证的，王妃一查便是。王妃，这沈氏所言似乎不像是假的呀。老身仔细瞧这二人，长相确有相似。看来是本王妃误会你了。哎呀，本王妃作为王府主母，执掌中馈，竟被小人利用，害了你。唉，你放心，张氏蓄意勾结，本王妃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去，松绑。沈氏，你深得王爷宠爱，未来日子还很长呢。想来你也能体会到王妃的难处，对吗？妾身明白。那王妃，妾身能否先送家弟离府？阿姐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。阿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，就连生死也掌握在他人手中。阿姐此生不求别的，就希望修明你能够有所成就，不要像阿姐这般身不由己。阿姐，你等着，修明必会功成名就，救你脱离苦海的。主子您回来了。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王妃也太过分了，等王爷回来，您一定要好好告他的状。你们两个今日之事，谁都不许告诉王爷。为何？主子，您受了委屈。主动告状，哪有王爷他亲自发现要来得好啊？奇怪，往日本王到来，微微都会出门迎接，今儿个怎么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回来啦。微微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妾身今日出门，许是在马车上不小心磕碰到了，王爷不必担心。王爷，您累不累啊？饿不饿啊？妾身这就吩咐采莲给您准备膳食和热水。不必了，本王想起来还有些公事没有处理好。微微今天出门了，想必也累了，就好生歇息吧。好，妾身都听王爷的。那伤痕分明是受绳索捆缚所致，微微为何要瞒着本王？去查查微微今日出府都发生了什么。这个老奴倒是有所耳闻，听说是王妃身边的刘嬷嬷带人抓走了沈主子，关进了柴房，但是没多久，沈主子就安然回来了。具体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。是王妃让他受了委屈。王妃，王爷来了。
听说王爷一回府就去了芳菲院，这会儿想必是兴师问罪的，咱们怎么办啊？你慌什么？去，给人带上。王爷怎么有空来妾身这里啊？说起来，妾身正好有件事情要跟王爷说呢。王爷，今日之事，是妾身受小人所骗，才让沈氏受了点委屈。这人，此人是侍妾张月，他蓄意构陷沈巍，与他人私通，还呈上了证据。这便是那所谓的证据。妾身本来不愿意相信，特意让嬷嬷去调查了一番，却发现沈巍的贴身丫鬟真给那人送上靴子和贴身衣物，所以才造成了误会。真是笑。这些分明是微微平日练字所写，那所与他私通之人更是他亲弟弟，给自家兄弟送双靴，何错之有啊！如此心腹，怎蛇蝎心肠之人，留在这世上也是祸害，给本王拉下去，打到死为止！走！王爷，妾身……微微什么都没跟本王说。那妾身送你。母后寿辰将至，你明日起便开始为她抄100卷佛经祈福，什么时候抄完，什么时候再出去。至于这王府事务，既然你管不好，那就全权交给富贵代理。妾身不过是误发了一个事情，王爷就要惩罚我。王爷他只是厌弃我了。主子，好消息，王妃被王爷禁足了。啊？虽然对外说是王妃为了贺皇后娘娘寿辰，主动替皇后娘娘祈福，但皇后娘娘寿辰才过去不到半年，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王妃这次可算是栽了个大跟头，还真是一个好消息。行，接下来就可以等第二个好消息。王爷，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刚忙完工。那妾身帮您更衣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今天的事，本王都知道了，委屈你了。王爷，妾身不委屈，都怪妾身家境贫寒，从小家里便对弟弟寄予厚望，这马上科考在即，妾身不免也就多担心了些，这才造成了误会。好在王妃知道是误会后，便立刻放了妾身和弟弟。王爷，妾身真的不委屈，你可千万不要因此和王妃生了嫌隙。还是我的微微懂事啊。可是谈谈舒雅，身为王府主母，却不辨是非，苛待妾身，真是令人失望。微微是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王爷，妾身想要求你一件事。王爷，妾身想要求你一件事。哦，什么事？妾身
想要一个孩子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若是某天妾身不在您身边了，孩子便可以像妾身一样陪在您身边。有了孩子，才能方便我升职加薪。但这话当然不能直说。看来微微是被今天的事情给吓坏了。好，本王答应你，日后你再出府，不必再请示任何人，本王会派2个侍卫保护你。放心，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真的？谢谢王爷，今生能够遇见你，是妾身前世修来的福分。不过生1个孩子可不够，本王要更多个。瞧瞧你们像什么样子，一点小病而已，就不好好读书了？母妃，孩儿真的好难受啊！不行，只要你们2人不是昏厥晕倒，就必须给我好好读书。你们是燕王府的嫡子，这点苦都受不了吗？你们乖，听母妃的话，好吗？哥哥，我不想读书，读书好可怕，母妃也好可怕。我也不想，要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读书就好了。王妃，张氏死了，已经被一卷草席扔去了乱葬岗。一个贱妾而已，连累我至此，死不足惜。这回是我答应了，以后莫要再管那芳菲院的事情了。是。沈巍她身份卑微，就算她怀孕生子，也永远威胁不了我的地位。是。王妃放心，江南那位叶美人，估摸着近日就能到。那姑娘虽是商户女，却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为了她的家族，届时定会与那沈氏斗个你死我活。随他们斗吧，本王妃绝不干涉此事。